现代社会已经遐尼进步，咱注重人的权利，事实上真侪所在对人的工作权有关是无平等的。来看这文化大学的劳动系，伫今年就要庆祝成立60周年，不过最近却传出讲，因为少子化的关系，可能会废弃。文化大学是回应讲，目前还阁伫咧研究，有可能会做转型，也未做出决定。咱劳动部长洪新涵今仔日就表示，国内劳动专业的科系本地就少，伊希望讲会当继续运作，培养国内劳动知识甲意识的人才。文化大学劳动系成立60档，不过最近所风声讲，因为少子化，学校打算关掉这个科系。伫咧文化劳动系假册前劳动部长潘世伟伫咧面册发文，讲顶礼拜接到校方的通知，这个科系会互人收起来，所有老师会互人分配到3个学院。这个消息引起讨论。劳动部长洪新涵表示，国内劳动专业的科系本来就少，伊希望会当继续运作。国内的劳动专业的科系其实本来就很少了，那文化大学当然是第一所大学具有劳动相关的科系，所以我们当然是希望这些劳工相关的系所能够继续运作，对于劳工的权益其实都有正面的帮助。认为应该保留的，也阁有中正大学劳工系教授。目前全台就敢若中正大学和文化大学2间大学，伫大学内面有劳工相关的科系，每当毕业的学生大概是100个，但是国内劳工数有1000万个。中正大学劳工系系主任认为，真侪所在拢真欠劳工系毕业的人才，台湾的劳工知识和意识也阁有进步的空间。这一次文化劳工系要废弃这个知识体大，我认为对我们中正劳工系的招生等于是独占市场。可是问题是我刚刚讲过了，作为一个劳工的教育者，国内有这么多的企业，政府部门有这么多的单位，远远不够。也那教育部是回应讲，目前也未收到文化大学的申请。针对这个议题，文化大学也发出声明表示，这几档一直咧鼓励转型，但是也未符合社会需求，目前搁咧研究，也未做上尾的决定。记者陈亚轩、谢桂玲台北报道。